喂，有唇印嘅戇都咩料啊？喂，真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資訊365。近日啊，有網民發文指一名 Kita 嘅外賣送餐員啊喺送餐途中偷飲偷食顧客嘅餐品，仲要啊親手上載到 IG 限時動態，圖文並茂晒冷喎，引起網民譁然。嗱，咁其實呢位白卡仔咧已經唔係第一鑊噶啦，有人發現玩港鐵電話就係呢條友啦，提醒各位街坊真係要小心呢個白卡仔啊！我哋睇片。6點幾食飯時間，德福花園去咩啊？去啟業村。喂，有唇印嘅戇你識唔識咁㗎？你識唔識飲㗎仔？你真係啜落去喎！屌你老母，真係賠錢你一陣間你賠啊！唉，擺門邊，OK。之後下一單咧就去就送去呢個牛頭角上村啦 ，OK。喂，唔好都咩料啊？喂，真係一半我冇，真係自己食。咁片段顯示有兩個人，一個負責拍攝，一個負責送餐。白卡仔咧係着住白色上衣嘅，手上面攞住外賣袋入邊嘅飲品，自嘲話驗下啲嘢飲有冇毒先，活一聲飲咗一啖啦，真係好變態喎。後來仲用隻手抹下個杯蓋，隻手睇怕10年都冇洗過噶啦。另一段IG 限時動態更加離譜，可以見到佢直接偷外賣嘅嘢食，仲配置人哋啲外賣特別好食，懲罰嚟噶。呢條友遲少少啫嘛，喺度打電話催命符咁催。呢位白卡仔嘅行為真係相當囂張完全無視顧客嘅權益。呢種咁嘅態度惹起網民嘅極度反感。發帖嘅網民都呼籲喺呢段時間叫過外賣嘅客人一定要小心。提到如果喺德福廣場嗰間 Starbucks 送去啟業村，又或者揾 Kita 嗌 Burger Shop 送去牛頭角上村，真係要睇清楚驚你哋收到啲二手餐同埋二手飲品，短短幾粒鐘啫，貼文已經被瘋狂轉載。唔少網民都話講到明係偷食，仲敢公開個 post， 真係當大家盲嘅咩？白卡仔邊度有腦㗎？嗱臨捉去青山料一件事啦。有人睇完片就話啦，好核突短期內都唔敢叫外賣，認住有人食過。亦有網民指 Kita 告佢都幾大鑊，影響聲譽都夠佢賠啦。咁樣偷食人哋啲嘢，算唔算係犯咗盜竊罪呢？其中一間受影響嘅漢堡店亦喺貼下留言，話事件已經向 Kita 投訴，並即時封鎖涉事送餐員嘅 account。店方仲透露店內嘅 CCTV 影到該名男子嘅影像，計劃將截圖就貼喺門口，提醒街坊小心呢位仁兄。店家嘅語氣明顯相當激動，直言多謝各位街坊提供線索，唔想有客人中招。咁梗係啦，本身而家已經生意難做噶啦，再俾呢個白卡仔過一棟，分分鐘要接埋噶嘛。我認為即刻又要報警啦！你有晒 CCTV， 有晒證據，捉咗個白卡仔，咁一了百了啦。而外賣平台 Kita 亦火速回應，強調極度重視食品安全同埋顧客體驗，即時已經展開內部調查，並確認終止涉事送餐員嘅平台協議。平台表示絕對唔容許送餐員擅自拆開或食用顧客嘅食物，一經查證一律嚴懲，嚴重者更加有機會負上法律責任。各位觀眾對於今次白卡仔搞起呢個二手外賣風波又點睇呢？歡迎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！